风台是愈来愈接近，中央气象局针对着高雄、屏东沿海地势较热的所在发布警报。伫基顶的居民呢，有一寡人已经准备好这炸水门啊。另外，个基顶的路营区，因为前2摆风台算是上百班，即摆这业者是赶紧甲布棚厝收起来。 原本旧摆要搭起来布棚厝，即马嘛拢收起来。小客风台要入来，高屏地区阵风可能会有8到9级。基顶海边这个路营区，连续受到顶摆多数瑞甲海葵风台影响，损失900万。即摆业者测试紧急是将布棚厝拆落来，毋望会当减少损失。即届是因为还未完全复原，阁会复修，所以阮就前2天，阮就开始先甲伊收起来。阮即届就是甲帐篷全部拢放落来。 因为顶届是因为阮的外帐无放，所以导致就是骨架有一点就是拢歹去。阮即届就是甲外帐、内帐全部拢放落来。看到基顶天气遮乌阴，海水水位遮悬，气象署是针对高屏沿海地区发布海潮警报。初4到初6这3天有个涨大水水位，可能会超过天文大楼注意值。而基顶居民是表示讲，遮加减拢会淹水，不过因也是提前做好冻水的闸门。为了防水，迄个闸门嘛。 我就先甲用起来安尼。我你至于风台的话，我是个毋捌拄到风台满潮。现在又是属于那个潮差比较大的期间哦，所以受到台风的影响，水会有一个稍微上升的一个状况，那可能稍微在沿海地区会造成一些淹水的情形。 目前气象署已经发布风台陆续警报，全台今日警戒。根据预测，高雄市伫初4暗时到初6风雨上明显。高雄市政府嘛宣布初5停班停课，请民众做好防台措施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阳高雄报道。